与文人画对意境的强调不同，每一张木板年画都是带着质朴的祈愿而诞生的，源于民间，历经千年而有着鲜活的生命力。作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开封朱仙镇木板年画，带着漫长又坚守的传承，穿透历史的层层浓雾，留给世人一种摄人心魄的美，固执地阻挡住了消失的命运。现在的朱仙镇木板年画制作工艺复杂，种类多达30余种，制作的基本内容包括了雕刻工艺、水印工艺以及画样题材。这既是金与木的碰撞，也是水与纸的交融。传统工艺精心熬制的颜料带来了对比强烈、色彩浓厚的风格。绘画技巧上灵活运用重复、对称、渐变等美学法则，又使造型热情奔放、饱满紧凑，并富于装饰性。除朱仙镇外，中原大地还分布着不同的木板年画类型，内容丰富，各具特色。卢氏木板年画突出了刀法的刚劲有力，造型构图力求饱满圆润，线条流畅细腻，具有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。在这个庚子鼠年的春节里，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，健康平安、驱邪镇凶，无疑是每一个中国人最为高度统一的愿望。全民抗疫背景下，木板年画则有了更为深刻的寓意。全省各地木板年画传承人以手中画笔、刻刀、木板为工具，积极创作抗疫题材木板年画作品，借画抒怀，展现年画辟邪驱祟、除魔去病的传统文化寓意，共同祈愿福佑中华，疫情早日消除。工业科技繁盛的年代，我们可以轻易获得大量的印刷品，然而愿力与灵魂是无法被套印出来的，它深藏在稳定的勾画中，深藏在雕版的分寸间，深藏在浓厚艳丽的色彩上，深藏在我们心灵的最高处。